你有冇諗過同樣係做護工嘅內地人呢？越做越攰，越做越委屈。但係香港嘅護工呢，越做越搶手，越做越值錢。你以為係人工差？你以為係環境差？唔係啊，根本分別係你喺人哋眼中嘅定位完全唔一樣。內地好多地方呢，一句話已經概括咗護工啦。只要你識做、肯做、聽話，只要你願意做，就可以上崗。聽落簡單，但係問題都從呢度開始。邊個識做就等於唔值錢咯。但係香港唔係。香港對護工嘅定義只有兩個字：專業。每一個動作有標準，翻身翻幾多，拍背拍幾多，老人家突然之間喘氣，點樣判斷呢？跌倒之後應唔應該即刻扶佢起身？呢個唔係做嘢，係降低生命嘅風險啊！一個係體力活，一個係技術活，價值從一開始就已經係一個唔對等嘅維度。內地有好多護工呢，現實係越做越攰，越做越驚出事，碰到家屬嘅唔理解呢，仲感覺個壓力大到唞唔到氣。香港嘅護工呢，就越做越穩，越做越清晰，越做越唔怕事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哋有個標準啊！你知道咩可以做，點樣做，點解做？專業感帶來安全感，係錢買唔到㗎。而呢一個就係人哋肯出高價嘅原因，唔係因為你辛苦，而係因為你靠譜。未來10年，大灣區最缺嘅唔係醫生，唔係護士，係香港標準又可以落地執行，係識香港嘅標準又可以落地執行嘅專業護工。而家嘅缺口已經大到乜嘢程度呢？養老院招聘搶人，醫院加價搶人，上門嘅單輪候咧亦都搶人。好多人唔知你學嘅係一種技能，但係你捉到嘅係一個時代嘅機會。你唔學，有人會學；你唔懂，有人會懂。而懂嘅人永遠係更值錢嘅。